社会上不时拢会传出有盲枪、盲红，也是明钱牵涉大麻，互检调查。法务部就表示讲，伫咱国内大麻是二级毒品，无论是大麻也是假大麻，拢是违法的。网络名人皮塔哥哥涉嫌持有大麻，捌互检警约谈。艺人阿庆的家后花花嘛去捌大麻，面对镜头90度一礼回息的。我会好好去面对我的错误。毋那公共人物捲入大麻的风波，一件搁一件，执法单位出动嘛，常常发现大麻丛。最近查到的国内财政场一群查到将近100丛。虽然大麻互人列做2级毒品管制，不过调查局统计，大麻查到的保管量为103年59公斤，112年已经冲到1117公斤。去年查到的毒品数量，大麻是排到第2名，敢若是客他名。本来大麻是在5名之后，目前已经上升到第4名，所以确实吸食大麻确实有上升的趋势。各国管制大麻程度有差，包括加拿大、墨西哥、非洲等9国全面开放娱乐加医疗用途；英国、德国、澳洲、西班牙等52国，敢若会当做医疗使用。亚洲加非洲大部分国家目前是完全禁止，敢若泰国虽然目前全面开放，不过当地研究取消娱乐使用。虽然有些团体主张也能够比照外国娱乐用的合法化，但是呢，它确实是危害人体健康很严重，所以并没有开放的这样的一个政策。法务部搁再声明，目前无用稳大麻合法，因为其中的成分含有肃轻大麻酚，会影响中枢神经，对咱人有败害。食大麻恐惊造成多疑、幻觉的副作用，长期食会致使视觉失调。可见官方也是认定大麻缺点比优点较侪。记者综合报道。